孩子从小啊一直是奶奶带大的，我在不在没多大关系。哦，哎，你别打岔呀！到底让不让我见见小楚啊？总得给我个理由吧。这几年没见，我怪想他的。得，既然不想说，那我也就不问了。我还有一事儿，还得请您帮忙啊。哎，你说没问题。过2天我走的时候，能不能劳您驾送送我？行，我答应你。真行你。好，来来来。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居喜，你别过来了啊！到了啊，我下车了，再见。哎，小楚，你怎么站这儿了？大姐啊，那车里是谁啊？哦，那人吧，你以前认识，现在不认识了。你这什么回答？你等于没有回答我。哦，那个人吧，他叫具一喜，以前在农场帮助过大姐，也帮助过咱爸爸。大姐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走，走走走。大姐啊，我看见吴姐在和顾明谈恋爱。什么？好像是。哎呀，这死丫头，早不在了啊！你可必须告诉妈啊！别管我。大姐啊，我看见吴姐跟他有说有笑的，还不让我告诉你。嘿，这太过分了！哎，妈，那个后院的顾家，他们家人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那您跟我细说一下。你是不是闲的呀你打听人家干什么呀？你没事干是不是？那我把那几个孩子接回来啊，你看着。急，我还没说正事儿，您又跟我急。哎呦，傻老大，你那嘴里能有什么正事儿啊？嘿，这老在我眼前晃悠什么呀？我这头都晕了。哎呦妈，您别晕啊！我跟您说完，没准您还就真晕了。妈，你知道吗？咱家小妹有可能啊，在跟顾家后院那顾家的小儿子在谈恋爱。哎我的妈！哎呦妈！呦，您还真晕了！哎，您别这么晕。傻老大啊，你赶紧的，你快把他这死丫头给我叫过来！哎妈，她到底怎么了？您跟我说呀！什么怎么回事？你快点去啊！你快点，烦不烦呢？你死丫头，我的鸡毛掸子呢？你给我找回来！自己找去。你给我找出来！这么骑驴找驴，真给我气晕了。不去，还管不了你了。走。啊，小妹来了。妈，你个死丫头！我今天要不抽你，我就不是你妈。来，妈，照着他屁股抽。妈来照着他屁股。哎呦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说你个傻老大，你老在我眼前晃悠什么呀你？你说你有时间，你倒是把他看着点啊！说谁呢？说谁呢？啊，说小妹的事儿怎么跑到我头上来了？说，你是不是跟顾家那小子胡扯了？我没有，我们就是交朋友嘛。什么呀？许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想包办婚姻怎么的？你跟谁谈朋友都不能跟这小子谈。为什么呀？他们家就不是正经的家。在您眼里边，咱院就没一个正经的家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不跟你废话了，傻老大，我告诉你啊，把他给我看住了，不许给我出门。你放心吧，妈，你别去他们家。告诉你，妈这么做自有妈做的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要不是顾明给我通风报信儿，你早就被街道给抓走了。那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姓顾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，阿姨您来了，进屋啊！我不想见你，叫你妈出来。啊，妈，回屋去。干什么呀，徐美荣？你说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警告你，别再让你儿子到我们家串门了，不欢迎。哟，
你倒是想让他去呢，你让他去，我还不让他去呢。哎呦，那我可太放心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但是你啊，告诉你儿子啊，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要文凭没文凭，要长相没长相。有一个工厂的破推销员，到我们家还追我们家姑娘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呸！不就趁俩臭钱吗？横什么横？妈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赵家小妹还有来往？有来往怎么了？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他们家欠坟的事儿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嗯，我没说。你没说，你没说，还有谁说的？我可警告你，你再跟赵家小妹来往啊，让你爸打折你的腿！赵素楚，你就背叛我吧你！谁让你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大姐说的？不愿意。哎，哪儿去？我回去睡觉去了。不行，妈说不行，今天晚上你只能睡在这个房间。我不，我就不。哎，小妹，他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儿子啊，还是跟他断了好。人家赵家不会看上咱们顾家呀。我又没跟他们家谈恋爱。哎，爸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小妹哪儿不好啊？啊，论模样有模样，论钱有钱。她跟她四姐经营那服装店，你们也不去看看，比她哥经营那好多了。那小妹对你怎么看呢？对我当然好了。她还跟我说让我把工作辞了，跟她一块儿干。哎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小妹将来要是嫁过来，也得带着这服装店了。肯定啊，法定代表人就是她。要是不让她带过来，她能干吗？这事儿啊，不能轻易的相信儿子。要我说，你去探探小妹的口气。要是小妹对咱儿子有这心思，那咱们就该跟这个徐敏荣啊讲团结。要是小妹没这意思，哼，赶紧就此一刀两断啊！要不，我就去看看。妈不让你接触顾家的人，自有妈的道理。你说，哎，就顾家那顾明，我都没有看上他，你怎么能看上他呢？不过还好，你们俩也就是刚接触。小妹，就你这小模样，还不得找个大学生、研究生之类的？你看你二姐和三姐，人家李向东是大学生，廖中医也是大学生。回头你领着你的对象啊，跟他们站在一起，你丢不丢人呢？要我是你啊，我都抬不起头来。要不，我找你二姐、三姐，给你开导开导。